这几年积极伫校内推动棒球甲垒球运动的义在国小，现在也主动成立棒球队，日前举办盛大的成立典礼。会中校长也感谢赞助的企业甲体育协会的支持。市长吴一特也亲自出席，校方也送上代表市长的球衫。市长也期待小朋友会使用棒球充实因的生活，同时也希望透过义在棒球队的成立，让三级棒球会使带动整个城市的棒球风气。能来参加义在国小棒球队的成立。这是全台南市第13支国小棒球队，那台南市也是棒球很多球星的故乡。那我们希望说，3级棒球当然要从小扎根开始。我们很感谢热心的家长的支持鼓励，还有企业的赞助支持。新复发，我们陈执行长也非常支持，所以说让义在国小这一支最新的棒球队能够这个得以顺利成立，我们非常感谢各界的支持，希望说为3级棒球砸下更深厚的根，能够开枝散叶，茁壮发展台南的棒球运动。我们义在国小少棒队其实是自发性的一个成立，其实当然学校有一群喜欢打球的孩子。那3年前，我和我们的总教练，我们李耿志主任来到义在，那我们从中也发现，其实孩子的潜力是非常多的。那我们从 T-ball 或是乐乐棒球，还有我们成立女垒队去发掘这一块的孩子的一些潜力。那我们深思熟虑之后，我们希望说，期待能够为台南市的一个棒球的运动来奠定这个3级棒球的一个基础。我们知道这一个成立其实确实是后续是非常辛苦，但是我们有梦，我们希望能够为孩子打造一个舞台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少棒队的一个最大的初心。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目标，来为我们台南市，尤其是在棒球这一块的人才来做一个奠基跟培训。目前球队有40位的成员，好好拍破传统少棒队依照体育班经营的模式，球员拢分散伫普通班，利用下课也就是假日来练习。兼顾学业甲球技，同时强调品行第一，优先建立选手的责任感、荣誉感甲运动家的精神。但新闻局无意采访不得。